日本的防卫大臣莫元任也阁有外部大臣上川勇子，七八时利用访问菲律宾的机会，有进行两国国防外交首长自家的会谈，双方嘛有签署安保互惠协议，未来双方两国会伫联合演习、海上事故、司法管辖权这方面加强合作。访问马尼拉的日本防卫大臣莫元任甲外部大臣上川勇子，伫甲菲律宾国防部长提奥多罗外交部长曼纳罗进行自家会谈。这座重点之一就是双方签署叫做互惠使用权协议 （RAA）， 主要内容包括未来双方进行联合演习的时，要遵守地主国规定执行武器弹药的运送和保管任务。另外，针对海上事故的发生，双方安怎决定司法管辖权等事宜，也拢有明确的规范。菲律宾的军事专家认为，日本、菲律宾两国拢是经济岛屿的国家，也拢面对中国的强势混大。日本有真济所在是值得菲律宾来学习。It will put flesh into our already strong and robust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it will be a great step towards the concretization of trust. It will also lead to greater interoperability, exchanges of information, and other cooperative activities both bilaterally and multilaterally. 未来这项协议若会当得到双方国会批准，菲律宾会成做英国甲澳洲了后第三个甲日本签署类似协議嘅國家。特に最近のセカンドトーマス礁における危険な活動をはじめ、地域の緊張を高める行為に対する深刻な懸念を共有し、国連海洋法条約をはじめとする国際法の遵守を求めていくことで一致をいたしました。上川勇子所講嘅托馬斯達位於菲律賓西南方的南海海峽，中國叫做仁海達，菲律賓是叫做阿芬丁達。除了中國甲菲律賓、台灣甲越南，也攏講有主權。針對南海情勢，中菲兩國原本特別進行會談來統合情勢，不過在會談進程，中國突然提出指控，講菲律賓在第二托馬斯達海峽倒有毒的廢棄物，使得當地船塢大量死亡，為雙方會談閣投下新的變數。公視新聞徐嘉欣編譯。